啦，凯美风台过煞，即马国内类鼻疽的疫情是大爆发。顶礼拜阁新增加19个本土病例，其中有3例死亡，拢是50岁以上有慢性病史。其中伫台南死亡个案80多岁的女性，发病当天送病院就不幸过往。疾管署即马提醒讲，到8月底进前，拢是类鼻疽疫情关键期，总病例数有可能会超过2005年的42例。凯美风台过后，国内类鼻疽疫情正紧张。疾管署公布，顶礼拜增加19例本土类鼻疽病例，其中3例死亡，分别是高雄市1例、台南市2例。台南市89岁的女性死亡个案长期在床，7月29照护人员发现伊真喘，费用偏低送医。不过到病院时阵已经无生命现象，伫急诊检验出类鼻疽确诊。7月29号出现低血压、血氧低、呼吸急促，至急诊就医。当日亦不幸往生，因血液检查发现类鼻疽杆菌通报，并研判确诊。疾管署表示，即摆强风大雨，予中南部冲出土内底类鼻疽杆菌，伫地面搁较会传播，而且常常是数级性感染。爱注意是，今年原市分布，毋但是高雄、台南，就连台中家己也有个案，无排除总病例数超过2005年，害同风台42例。上周台中市这边也有新增2例显示说这次台风所影响的这个降雨跟淹水的范围都比以前来的多，所以我们在后看到这个有类鼻疽个案新增的，不管数字或者是区域也都比过去来的大。根据疾管署统计，今年国内已经有37例本土类鼻疽病例，是2006年以来同期上悬。不过风台过后已经3礼拜，染化观点已经过。这礼拜确诊数会明显下降，不过医院注意较慢发病，就医的个案8月底进前，医院可能是增加病例关键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